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胡適走的還是比較勉強，對金融消費者來說是喜憂參半。A 股今天尤其創業板是高開低走，空歡喜一場。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0.29%，深圳成指跌0.25%。創業板指數跌0.44%，北證50跌0.61%。最主要的是成交額已經在1.7萬億，越來越萎縮，應該是第10個交易日低於2萬億了。看看什麼時候能跌到1.5萬億。這個成交額是一天比一天少，在萎縮。今天比昨天少了900億。兩市一共是2790家上漲，2447家下跌，漲跌各半。这個熱點也比較雜亂，可以說對金融消費者來說是個雞肋行情。滬指也呈現一個衝高回落的這麼一個走勢，意味着明天也有可能是黑色星期五。但是外資依然看好胡適。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11月25日表示，他说对於全球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來說，中國已經不存在能不能投的問題，中國市場一定值得投。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方法去聰明的配置。隨着全球經濟進入新階段，結構性轉變正在重塑資本流動與資產配置。近日說，記者從多家外資機構了解到，2026年或是海外資本重新審視和布局中國資產的關鍵節點，在利率下行、美元走弱、AI 革命等多重因素推動下，全球資產配置進入新平衡。越來越多的外資機構看好中國資產在2026年的表現。總之，老鄉別走，外資馬上就要來幫你了，馬上要來解放你。說中國市場更大範圍的上漲信號已經出現，在多位外資機構人士看來，科技創新、估值優勢、反內卷政策是中國資產受到投資者青睞的關鍵理由。這個胡適就是這樣，只要你漲起來了，自由大儒為你辯經吶。中國證券報報道說，中國市場更大範圍上漲信號已出現。這是富達國際首席投資官說的，人工智能投資熱潮仍將主導2026年市場，由 AI 驅動的業績增長趨勢將在2026年延續。同時，多元化分散投資仍然非常關鍵。中國企業在科技創新領域持續取得突破，估值優勢和反內卷政策以及海外擾動因素邊際改善，中國市場更大範圍的上漲信號已經出現。這叫富達國際。那國內的這個專家怎麼說的呢？國海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夏磊說，機構也就是股市具備流動性牛基礎。我感覺這個國內的專家好像底氣稍微弱一點，說咱們叫流動性牛，什麼意思？就是流動性寬鬆，流動性也就是市場上錢多了，沒地方去。科技認為主線。財聯社11月27日訊，如何在變局中實現突圍，是當前市場和投資者關心的一大問題。在國海證券2026年資本市場年會上，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夏磊結合歷史視角與當下形勢，圍繞2026年宏觀經濟展望做出深度解讀。政策層面，高層重視資本市場穩定發展，強調要更好發揮中長期資金壓艙石作用，防止市場大漲大跌。流動性層面，居民存款是股市重要的潛在資金來源，為股市提供了充足的流動性支撐。說來說去還是盯着韭菜那點存款都是保命錢，認為那玩意兒最終會流到股市。這讓我想起了專家說，這個樓市不要慌不要怕，還有農民來接盤。前幾年是吧，這樣的專家很多主意打到這個農民頭上，不是農民不想買，是農民高攀不起。投資市场要選準方向，科技仍是主線。他認為，與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相比，我國公司在市值、資本開支等方面仍有趕超空間，而 AI 將成為中國在科技上的換道超車。首先，你得確保你這車跟人家是一樣的車嗎？你這車進個叫什麼綠化帶殺手，你彎道超車，你不是叫彎道翻車嗎？這是一樣的車嗎？你那車是粗制濫造，對不对？有安全隱患，你還要彎道超車啊？我們再看看這個镰刀現在有什麼神奇的一幕。這個金融圈大名鼎鼎的風格強勢的債券女王，天風證券原常務副總裁。你要知道，在咱們債市，她可是人送外號债券女王，叫翟晨曦，被傳失联。
這個當然是金融圈這個眾多失联的人之一而已。網傳已經被帶走協助調查，这個可以說是個大號鐮刀，C 貴為債券女王，但是一朝入了天風證券和魚磊的局。什麼叫魚磊的局呢？根據媒體報道，不久前剛剛投案自首的原證監會發審委主任委員、發行監管部副主任，號稱發審女王郭旭東。你看看，剛才是債券女王，這是發審女王，都跟这個天風證券的魚磊關係密切。2019年8月，正值事業高峰的發審女王郭旭東忽然向證監會提出辭呈，引發資本市場不小震動。而當1年後8月18日，郭旭東再度以當代集團副董事長的身份亮相時，他的新身份再度引發轟動。原來大名鼎鼎的郭旭東居然同樣在魚磊的力邀之下選擇了離職跳槽加盟。此後郭旭東在當代集團一待就是數年，這叫政商旋轉門吶。但不久，伴隨着當代集團債務崩塌，郭旭東從風光無限的發審女王不幸淪為悲慘的陪葬品，直到2025年主動投案。這個發審女王已經投案了，那這個債券女王消失了，網傳是協奏調查，這就是天風證券部的資本局。而我們的監管部門是依靠這些所謂的券商來協助對資本市場進行管理，指望着券商和會計師事務所作為這個資本市場的兩個看家護院。券商跟證監會的發審委主任、副主任直接勾結，你說他保薦的 IPO 項目是不是一申報一個準？所以細思恐極，這就是胡適，這就是咱們的資本市場。發審委的就是管發行的這個副主任出了事就辭職，到券商這個有關聯的公司去任職當董事長、副董事長，很絲滑。這個世界有的時候確實就像個草台班子一樣。今天還有個新聞也很有意思，這裡面貓水特別深。這是《經理人》雜誌報道的，什麼事？說有一個網友，浙江男子，他在2022年花52萬拍了一家公司的股權，那公司不就变成他的了嗎？100%的股權。結果3年後，這家公司突然資產1000萬，法院判定這個拍賣無效，不算數，給人感覺好像你看當年是52萬，3年前拍到的，現在升值升到1000萬，法院居然裁定這個拍賣不算，到底怎麼回事？2022年，一個叫蘭溪嘉寶化工因破產清算進行拍賣，但是他2次流拍，第一次拍賣沒拍掉是500萬，第二次拍賣400萬也沒拍掉，就沒人競標。第3次1元起拍，這回拍的便宜了。破產管理人當時沒有對這家公司進行估值，說這公司到底值多少錢，就是1塊錢，就是1元起拍，反正誰愛出多少錢出多少錢買走。結果浙江網友他就跟人竞價1塊錢起拍，那这他就出錢，結果也有其他人參拍，最後他是以52.15萬把這個蘭溪嘉寶化工廠給拍下來了。那這個破產企業有什麼好拍的呢？難道還有什麼保障不成？確實有，這個企業它的資產，它的這個工廠都不值錢，但是這個蘭溪嘉寶化工廠它持有村鎮銀行8.5%的股份，正因為這個8.5%的股份被這個網友看中了，認為它值錢，所以他才52.15萬把這家公司給買下來了。然後這家公司持有村鎮銀行8.5%的股份，那這個不就完了嗎？你是拍賣的，对不對？這是法院拍賣，那這個浙江網友拿到了。但是有蘭溪嘉寶化工厂的不還有好多債權人嗎？欠人錢，債權人把他給告了，凍結資產，也就是申請財產保全。後來那法院就把他這個叫蘭溪嘉寶化工廠持有的村鎮銀行的8.5%的股權給他凍結了，這是他的資產啊，凍結，因為他是涉及了借款糾紛。但是搞笑的是什麼？搞笑的是這個借款人就是告蘭溪嘉寶化工廠的債權人，他因為沒有錢或者是什麼原因沒有交訴訟費，你打官司要交錢，訴訟費他一直不交，那法院就把這個又按撤訴處理，一撤訴，那不就又解凍了嗎？好了，結果這個事情就到了2025年4月，2年以後，村鎮銀行第一大股東準備把這個蘭溪嘉寶化工廠持有的8.5%股份也收購，給多少錢呢？給1004萬。那這個浙江網友不就發了嗎？3年，他可是52万買的，人家現在要出1004萬從他手上買走，村鎮銀行的大股東把你這個股份收走，那這個投資那簡直漲了20倍，才2年多時間，比炒股強多了。這叫一級市場玩得好。結果10月31號，蘭溪市法院以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拍賣或侵害其權益為由凍結股權。10月31日裁定
撤銷拍賣，理由是破產管理人處置時未評估，程序不當，且股權實際價值遠高於拍賣價，也就是法院和其他債權人反悔，當年拍賣的是52万，你現在一看这值錢了，以前的拍賣不算數，所以這裡面你就感覺不光是草台班子的問題，這裡面恐怕還有利益輸送，恐怕還有黑幕，不那麼簡單。我看這浙江網友也不是泛泛之輩，肯定有人指點法院內部的人或者是破產管理人，短短2年多時間，不到3年，升值20倍。由于这個事情過於離奇，過於荒唐，目前當地政法委協調，警方、檢方已介入，省高院、市中院要求法院提交書面報告監督指導。法院稱正調查相關方是否違法違規。我在以前節目經常說，法院拍賣的東西你不要參與，人家都裡面有布局的，誰能去摘，誰能去拍到，這都有門道的，好事不會落到你頭上。你看蘭溪嘉寶化工廠的拍賣，破產清算，把一個寶藏起來了，以最低的價格拍給你，別人要拍那就完了。就同樣這個拍賣，如果不是換一個人以52萬拿到手，如果你不是內部人，如果不是大家商量好了的，你是個突然闖入的人，你花錢買的，那你完了。法院也有各種理由去凍結你這股權，這裡面你看這個借款人又是先起訴，後來又不交錢，又撤訴，又解凍，這裡面都有貓膩。表面上看2年時間50萬升值20倍，但是韭菜你想吃到這個錢太難，法院還可以反悔。這個世界就是個草台班子，這個是1級市場，這種股權交易，村鎮銀行以後收拾有可能就要上市，或者是被哪個城商行收購合併都有可能，那股權的價值還要升值。最近我們經常介紹一些騙局、詐騙，各種資金盤，各種龐氏騙局。下面大家再看一個視頻。偷了30萬啊！媽呀！你現在趕緊給提出來！哎呀，你現在趕緊給提出來！哎呀，我的媽！你现在赶紧给提出来！你等会儿，別緊張！你現在趕緊給他提出來！哎呀，我的媽！趕緊提出來！受不了了，受不了！提出來，提出來！趕緊提出來！快點！別着急！你先趕緊，先別管他，你先趕緊提出來！啊，我你冷靜點，冷靜點，冷靜！你先趕緊把錢提出來，快點！把錢提出來！我告訴你，這個不是那個什麼，不是假的。你現在提出來，你就知道是不是假的了。你看提一下，你只要能提出來，它就是真的。能提出來，你听完了，你先提一下，提出来好不好？哎，怕什麼來什麼。你有點說一下好不好？提出來，先別緊張，現在沒不知道什麼結果，你慌什麼？不要慌哈，不要慌。已經存進去了嗎？存完了嗎？30萬。存完了。顯示30萬在哪？我不提30。你提多少？我提了2萬，我就跟他試，能不能提出來就行了。全不行，全提出来。你听我的，唐女士啊。不听，为什么不听呢？你们都没证实这个大菜是真的假的。我告訴你啊，我先這麼講啊，你先提出來之後再緊跟存裡邊去。如果能不行，他存的話需要預約，他早上9點鐘開始。那就等明天早上9點鐘。不行，今天晚上需要大賽要投票的。你趕快，我們現在還可以給你，如果是被詐騙的話啊，我們還可以給你斷一下啊。直接斷場啊，可以斷場啊。如果你現在不提的話，時間過去。我現在可以提3萬。你提30萬。我提3萬，我提3萬。提出來，你提3萬是來，提3萬是，你提3萬來。我提3萬，我提3萬。提我看看。你有點出息好不好？你提3萬我看看吧。哎呦媽呀！這我怎麼長那麼高啊？別着急，慌什麼？能提出來嗎？他是9點開始提出申請。你看是不是提不出來？他是9點開始，前面5000塊錢我提出來了，確實提出來了。人家高級一點的小款可以提出，大款提不出來。你這是咱們法律東西，你下不下來？趕快，能不能？我快點，你快來，你快點，真的，你提不出來。我能提出來，如果要是明天我提不出來，我去報警好不好？明天我告訴你啊，再過1小時啊，你的錢就轉走啊。對，我是一早就昨天就給轉進去的。存多少錢？30萬。一次存30萬嗎？一次存10萬，一次存10萬。分幾次？分3次存的吧？分3次存。是不是？然後顯示你那邊錢多了，但是你提不出來。正常是，如果和裡邊存的話，我告訴你啊，如果正常咱存錢的話啊，不管是銀行，你如果想提的話，是正常能提的。所以你現在提不了，就存在一定的風險，好不好？我跟你們講，這個事兒啊，肯定是真事兒啊，是。
数字竞技大赛这个事儿肯定是因为国家数字竞技大赛，因为现在国家提倡数字经济。如果都是这样能挣钱的话，全国老百姓不都投入吗？还是到你这里投，你想是不是？不是，这是有一个请的高瓴资本的人，高瓴资本。你怎么还这么认识是这样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哈。这个女的叫执迷不悟，误入歧途是吧？就警察上门这样劝她都没用，你看把她老公急得跳啊，就这样都叫不醒她，像极了很多胡适里面的散户，一个道理。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生气，这玩意儿他明天这个钱取不出来，他就報案，就不受理，讓他自己哭去吧，是吧？你看警察上門這麼勸他都沒用，他對騙子深信不疑。等到他那個錢真的要不回來了，他馬上就哭天抹地去維權去了，他要去派出所去報警，要警察幫他找。不要以為這是開玩笑，這是真事。也就是說，被騙子騙了，他把別人還給告了的，這樣的案子比比皆是。你比如說2022年3月15號，廣東某地發生一起因轉賬引發的金融糾紛。什麼個糾紛？轉賬顯然是給騙子轉賬。就當天，一個叫李芳的客戶前往一家銀行網點，致意將賬戶內的30萬元轉至一個陌生賬戶。你看看，所有的騙局都是這樣的，對吧？他要給人大額轉賬。這個時候，該銀行網點的這個櫃員小張覺察到異常，就是這個李芳對收款人的身份語言不詳。那櫃員就得問他：你給誰匯款？那個人是幹啥的？跟你什麼關係？就問這些三件套嘛。好，這個李芳他也不知道對方是幹啥的，僅稱是朋友介紹的高回報投資項目，必須當天打款。跟這個視頻裡面這個女的是一樣，神情焦慮且拒絕深入溝通。你再問多了，人不理你，罵你，你讓你們經理出來，我匯款給誰，你管得着嗎？但是這個櫃員小張根據反詐操作規範，耐心講解常見詐騙套路，說你這有可能是被人騙了，你這是有可能是詐騙，你要真不知道，你千萬不要匯，對方不是知根知底的，勸他核實信息。而這個李芳情緒激動，堅稱我的錢我做主，想給誰給誰匯，我有匯款自由，指責銀行干涉他的匯款自由。果然他們爭吵之下，還是驚動了這個銀行的這個主管，這個經理出來一看這情況，也是勸李芳，你還是搞清楚情況再匯吧，因為畢竟是30萬的，不是小錢。但是這個李芳就是不聽，堅持要匯。這個網點也來了脾氣，最終以風險過高為由拒絕辦理，說你愛哪兒告去哪兒告，就是不給你辦。李芳憤然離去，等着投訴。當然我現在匯錢要緊，對不對？李芳就驅車啊，去到這個銀行的這網點，另外一個支行，就同樣的一個銀行，是只是到另外一個支行一個網點去辦。面對同樣可疑的轉賬請求，這個支行的櫃員小王啊，也是心存疑慮，但是他並沒有嚴格按照反詐的要求，他只是草草的完成了轉賬操作。那你想一想，這個資金一到對方賬戶，迅速詐騙分子就把這錢化整為零，不知道轉哪兒去了，沒了。直到3天後，這個李芳才意識到自己受騙了。你打開那個 APP 上面顯示有錢，他賺了多少錢，每天的利息幾%，但是3天以後他肯定想提錢，對不對？發現是個騙局，李芳迅速報警，並且申請警方把這些賬戶全部凍結。那警方追蹤這個錢從哪兒到哪兒去了，一路追蹤，但是這錢肯定沒有下落了，款項難以追回。李芳自己不檢討不反省，他把責任怪到了第2家支行，說你為什麼不攔着我？人家第1家的銀行都攔着我，到你這兒你沒攔着我，所以我這個錢被騙，你銀行賠。這個李芳遂將第2家支行所屬銀行訴至法院，索賠30萬。你說這不是大寶貝嗎？大家想一想，猜一猜，這法院會怎麼判？判決結果出來了，法院審理認為首家網點依法合規舉辦，行為正當，而第2家網點沒有按監管要求，充分說明風險，存在履職疏漏，最終判決銀行承擔30%的過錯責任，要賠給這個李芳9萬。而這個李芳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已被明確警示後，仍執意轉賬，自負70%的損失。這個案子一判決完，這個網友也炸鍋了，都覺得這銀行冤。第2個網點不是說沒有提示，也提示他你這個有問題，但是李芳還是堅持，你的錢你做主，我也提醒你了，你非要匯，那我就給你匯。法院判他賠30%，這銀行也是倒了血霉。這個事情說明啥？最近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章，前不久一個律師他到山東東營什麼地方一個銀行取4萬塊錢現金，銀行不給他取，為什麼？就問他這個
錢的來龍去脈，你取錢幹啥？就是擔心這個騙局，擔心洗錢，擔心電詐。銀行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要求去辦的，結果律師一鬧，這個事情全網都声討這個銀行。我也做過節目，我認為這個反詐很有必要，但是有的時候讓銀行去擔這個責任也不一定合理，導致儲戶和銀行之間就對立，矛盾越來越激化。今天人民日報专门還發了個評論，說反詐不能給儲戶增加不便，大概這意思，反詐不能層層加碼。但是你看我剛才說的這個案例，你就知道這銀行也冤。你看看银行不攔着還賠9萬，所以大國很多事情你很難去給他整明白，你總覺得有種無力感。你要遇到李芳還有那视頻中那女的，你說你怎麼着？如果这个视頻中的女的最後錢好像也是30萬，你看都是30萬，如果那30萬要不回來，他保不齊把那2警察告了都有可能。你這警察你在這兒你勸的力度不夠，那保不齊讓派出所承擔30%責任。所以說你看管多了，儲戶意見很大，大家取款匯款確實不自由。但是不管吧，你看就是這樣騙子那麼多，就有人上當受騙。這就是當下中國的一些現狀，這就是基本盤，就這素質。你有什麼辦法？像胡適一樣，明明這個股票已經被證監會立案調查，也就是下一步就要退市了，是不是照樣有那些金融消費者往裡扎，照樣漲停，最後一退市1毛錢都沒了，清零。但是你看他就要告，他要維權，沒法弄。明明知道這是騙局，照樣拿着錢往裡衝。他炒什麼7個葫蘆娃，炒什麼福日股份，不就是開玩笑嗎？到時候賠了錢他也告，但是這個誰操縱股價，你監管不力，大寶貝太多，大家都能體諒視頻中丈夫的絕望是吧？哀嚎。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